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再一次翻到嚟我哋 Crown Hour 嘅手錶頻道啊！我係阿 Jack。咁啊，2026年呢，第一條片先同大家講句新年快樂先，祝大家今年呢馬到功成啊！咁啊，提起今年馬年呢，上一年呢，我同大家介紹過呢 Luminos 呢推出咗一款蛇年嘅限量版手錶。咁今年呢，適逢係馬年啊，相信大家片頭呢都會見到，佢哋今年呢推出咗一款馬年嘅限量版手錶。而且呢一款手錶咧，全球係限量600隻嘅。咁啊，先睇下我手上面揸住呢一隻馬年嘅限量版啦。咁今次咧 Luminos 揀咗佢哋 Akatama Feel 啊呢一個系列咧，做呢一款馬年嘅限量版。咁啊，採用咗一個咧係黑色 Carbonos 嘅 43mm 錶殼，非常之輕巧嘅一種材料啦。嗱，今次呢一款限量版咧，同平時嘅 Akatama Feel 咧有少少唔同嘅喎。平時咧普通款嗰啲咧，可能個錶冠咧會採用咗一個黑色嘅錶冠啦，而今次佢呢一款咧限量版會採用咗一個金色嘅錶冠，而上邊亦都會印住咗咧 Luminos 嘅 logo 喺度嘅。除咗個錶冠嘅設計咧用咗金色之外咧，大家可以留意到咧，其實個錶盤嘅設計咧都同平時有少少唔同嘅。嗱，錶盤嘅設計，除咗大家會見到咧，連 Luminos 嘅 logo 咧都會偏近有一種銅色嘅效果之外咧。24小時嘅數字咧，都會做咗一種銅色啦，搭配翻咧佢時分針咧，都會係有一種咧沙色嘅效果嘅。嗱，唔知大家留唔留意到啦？喺7點鐘位置咧，會做咗一個馬頭嘅 logo 啊，應該話係叫做咁啊。點解會擺喺7嘅位置咧？其實12生肖裏邊咧，馬咧係排行第7嘅。咁其實咧，亦都擺翻喺7點鐘呢一個位置咧，亦都代表住生肖排行第7馬年啊。咁啊，呢款手錶其實會有100米嘅防水啦，咁所以日常性咧生活啊、洗手落雨嗰啲都冇問題嘅。咁喺數字方面咧，會見得到咧，佢會用咗一個灰黑色嘅設計啊，所以望落去咧，成隻錶咧都幾有型嘅。咁反轉個錶背咧，大家睇一睇先。嗱，錶背方面咧，會用咗一個不鏽鋼嘅底蓋啦。嗱，除咗底蓋嘅中間咧會有一個馬頭嘅 logo 之外咧，下邊亦都會寫住 Limited Edition 啊！呢一款手錶咧，每一款咧都會有一個獨立嘅編號啊，總共係限量600隻嘅。而底蓋嘅外圍咧，就會佈滿咗一啲馬蹄鐵形狀嘅圖案啊，非常之生動啊！咁裏邊嘅機芯亦都會搭載咗 Ronda 嘅石英機芯啊。電池嘅壽命咧，大概會有50個月左右嘅。咁你呢款手錶咧，除咗我手上面呢一條咧複合式嘅錶帶，面咧係一啲尼龍嘅物料啦，配咗砂色嘅車線，底咧就係一啲橡膠嘅物料。咁啊，呢款手錶嘅錶帶咧戴上手都幾舒服嘅。另外，除咗呢一條錶帶啦，啱啱都講咧，呢一個限量版咧可能會係一個套裝，所以咧裏邊會跟多一條咧紅色嘅拉頭帶俾大家配搭嘅。一隻手錶兩款配搭，咁相信咧。可能襯紅色嘅錶帶咧，我覺得會比較喜慶啲，感覺咧亦都係 sharp 醒啲嘅。呢款手錶已經到達咗我哋3間嘅門市噶啦。另外咧，想知道更加多嘅資訊咧，可以上埋我哋網站咧了解更加多，或者網站咧落單都可以嘅，好方便嘅啫。咁今集分享到嚟到呢度啦，中意呢隻手錶嘅，麻煩幫我俾個 like， 同埋咧下邊留言咧話俾我哋知，下一集咧想睇啲咩手錶啦。拜拜。